咖啡時間，昂舒的謀略。2025年11月下旬，美國總統 Donald Trump 批出一份28點俄烏和平提案，要求烏克蘭喺11月27日感恩節前答覆，否則就暫緩對烏軍援。內容包含以下對烏克蘭非常不利嘅條款：烏克蘭東部嘅頓巴斯劃歸俄羅斯為軍事緩衝區，承認克里米亞、盧甘斯克、頓涅茨克為俄羅斯領土，凍結克爾松、扎波羅熱前線現狀。烏克蘭從現時嘅80萬裁軍至60萬人。烏克蘭放棄加入北大西洋公約。西方解凍俄羅斯資產，同埋解除對俄羅斯制裁。邀請俄羅斯重返8大工業國家集團 G8。和平方案猶如美國要烏克蘭向俄羅斯遞上一份降書，逼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入窮巷。消息震撼全球，民主自由世界輿論普遍直指美國 Donald Trump 出賣烏克蘭，而普京就沾沾自喜，隨即以勝利者姿態表示提案不過只係一個起點，暗示仲會再加新條件，胃口非常大。澤連斯基就和平提案發表咗不卑不亢，既唔拒絕和平，又堅持國家尊嚴，坦誠向全民解釋烏克蘭當前困境，可堪載入史冊嘅廣播。正當事件繼續發酵之際，Donald Trump 表示28點提案並非最終方案，暗示內容可以修改，並強調目標係要結束戰爭。美國國務卿盧比奧隨後亦都出咗一個 X 平台貼文，佢話和平提案係由美國提出，用作持續談判嘅有力大綱，內容基本上係俄羅斯所提供，不過亦以烏克蘭過往嘅建議以及將來持續提供嘅意見為藍本，正好由美方表明提案並非最後定案，亦都唔係最後通牒，而係談判嘅起點。澤連斯基隨即馬不停蹄聯絡歐洲各國商討對策。波羅的海三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率先表態，以實質行動支持烏克蘭，亦都促使歐盟火速推出一個刪除多款不利烏克蘭條款嘅歐盟版本提案。喺歐盟版本提案出爐前，彭博社就爆出美俄兩特使通話錄音。通話中，美方特使對俄方代表教導點樣可以討好 Donald Trump 去取得有利談判條件。係美方啊，係俄方啊，到底係何方爆料呢？美方特使有冇通俄呢？各方差異分起。不過，若果從時序嚟睇，盧比奧點名28點提案，係俄方提供在先，錄音爆料在後。通俄嘅講法係站唔住腳嘅，更大可能錄音係美方爆嘅料。一來係分化中共同埋俄羅斯嘅關係，二來係揭開俄羅斯其實希望停戰嘅底牌。之後，盧比奧率領嘅代表團亦都馬上同烏克蘭、歐洲官員喺瑞士日內瓦會談，會後發表美烏聯合聲明，重申任何最終協議都必須充分維護烏克蘭主權。新版提案將條文縮減為19點，並且刪除或者修改原版損害烏克蘭主權嘅條款。美國眾議院議長 Mike Johnson 亦都喺瑞典議會向盟友同埋俄羅斯發表唔會退縮，並繼續強力提供支援烏克蘭嘅演講，譴責俄羅斯發動侵略，強調烏克蘭領土主權不能動搖，亦都重申 Donald Trump 以實力維護和平嘅講法。Russia's flagrant and devastating attacks on the innocent people of Ukraine are unacceptable, and the principles of territorial integrity and state sovereignty are not up for debate.
President Trump has demonstrated that he is determined to end wars and stop the needless bloodshed. We understand that peace cannot be achieved through weakness. Peace is secured through strength. 仔細推敲，若果冇 Donald Trump 首肯，泄露投降提案係俄羅斯嘅手筆，就係對 Donald Trump 嘅背叛。盧比奧身為 Donald Trump 嘅最重要幕僚，絕不可能自把自為。Mike Johnson 亦都絕不可能喺勸降烏克蘭之際公開譴責俄羅斯發動侵略，而且強調烏克蘭領土主權不能動搖。縱觀整份類近行書嘅和平提案操作，逼出激勵烏克蘭軍民上下一心嘅士氣，逼出一個西方聯盟團結抗俄嘅氛圍，亦都向普京傳遞咗美國同整個自由世界團結一致，對抗侵略者嘅強烈訊息。俄羅斯若果拒絕繼續談判，唔想和平嘅責任就落喺俄方啦。拋出投降提案嘅整個鋪排，確係令人拍案叫絕嘅謀略。無論你認唔認同 Donald Trump 嘅行事作風，當今世上嘅第一流謀略家，佢當之無愧。